哇，好痕！哎呀，你患咗異位性皮膚炎啊？調轉咗啊！係咩？啊，異位性皮膚炎嚟㗎。你而家叻啦，拍醫學嘢拍得多啦，即係濕疹都唔識講，講啲異位性皮膚炎嚟拋我啊！係啊。不過今日就有時間，我就慢慢同你玩。咩嚟㗎？嗱，異位性皮膚炎咧，顧名思義啦，即係喺一啲異位度有啲皮膚又發炎，咪異位性皮膚炎咯。哦，即係我手同腳痕就異位㗎嘛。係啊。哦，不如問醫生啦。啊，咁啱喎！我今日約咗咧 Dr. Siu 喎，不如問下佢好嘛？好喎。Dr. Siu 啊，其實乜嘢係異位性皮膚炎啊？異位性皮膚炎咧，俗稱就叫濕疹啦，本身就係一種慢性嘅皮膚疾病嚟嘅。而患有濕疹嘅病人咧，通常皮膚都有紅腫、痕癢嘅情況，而最常見於嬰兒或者兒童嘅時期，亦會持續到去成年期都有嘅。咁異位性皮膚炎咧，本身就唔具傳染性嘅喎，佢係一種遺傳嘅疾病。如果爸爸媽媽都有相同嘅疾病嘅話咧，咁佢嘅細路仔咧都會有更加高嘅風險有異位性皮膚炎嘅。而異位性皮膚炎咧，通常喺嬰兒嘅時候咧已經發作㗎啦，但係有啲要去到兒童甚至成年人嘅時期先至會有病徵嘅。咁異位性皮膚炎有啲乜嘢症狀嘅咧？異位性皮膚炎都有好多唔同嘅症狀，咁最常見咧就係皮膚紅腫嘅情況，咁嚴重嘅時候咧甚至會有出水泡嘅情況發生嘅。患者咧通常皮膚都比較乾燥啲啦，好容易就會有皮屑嘅情況。因為由於皮膚乾燥啦，所以就會變得好痕癢，而痕癢嘅程度嚴重到可能會影響日常嘅生活同埋作息嘅時間。由於皮膚乾燥嘅關係咧，所以就會好容易咬到破皮嘅情況，從而增加咗感染嘅機會。因為時常咬皮膚咧，都會令到皮膚變咗樹皮化嘅，令到皮膚變得增生同埋增厚。咁呢啲都係異位性皮膚炎嘅病人嘅病徵嚟嘅。咁我想問啦，點解會有異位性皮膚炎呢？咁其實咧，根據科學研究咧，佢其實係一啲異型嘅炎症反應嚟嘅，即係話個免疫系統作出異常嘅活動，而呢啲疾病都係因為免疫系統對周圍嘅環境因素作出過度嘅反應，從而引申呢個炎症嘅情況，包括紅腫、發炎、痕癢等嘅症狀。咁其實咧，濕疹咧呢個詞語咧係一個廣泛嘅術語嚟嘅啫，其實佢有唔同嘅類型嚟嘅，包括有異位性皮膚炎啦、接觸性皮炎啦，或者汗皰疹等。而呢啲唔同嘅類型咧，都係因為皮膚作為屏障功能嘅受到損害，同埋免疫系統對周圍嘅環境因素作出過度嘅反應。根據研究所指咧，患有異位性皮膚炎嘅病人咧，喺基因上面係缺乏咗可以增強皮膚作為屏障功能嘅能力嘅聚角蛋白微絲，從而咧就令到佢哋更容易咧受到外來物質嘅影響。異型嘅炎症係因為特定嘅細胞導致皮膚特定嘅炎症更加惡化，呢啲都可以令到皮膚有長期嘅損傷。除咗遺傳嘅因素之外咧，環境因素咧都扮演住非常重要嘅角色嘅，例如接觸化學物質啦、壓力啦，同埋氣候嘅變化咧，都會令到接觸性皮炎嘅病徵更加嚴重或者惡化嘅。所以應該要有均勻嘅生活習慣啦，有措施去減少壓力啦，同埋適量嘅護膚措施咧，都可以減少將來患異位性皮膚炎同埋惡化嘅情況。咁如果真係唔好彩患上咗異位性皮膚炎，可以點樣醫呢？醫治異位性皮膚炎嘅咧，就根據佢嚴重嘅程度嚟決定嘅。對啲比較輕微嘅患者嚟講咧，咁我哋可以用適當嘅潤膚膏啦、外用嘅類固醇藥膏啦，同埋抗組織胺嘅藥物。外用嘅類固醇藥膏咧，係作為醫治濕疹病人嘅首選藥物，因為佢可以好有效咁控制炎症，減輕皮膚嘅痕癢同埋紅腫。而呢啲藥物咧都係分佢嘅強度而有唔同嘅級別，都係需要醫生處方嘅。
抗組織胺嘅藥物咧，係通過減少免疫系統所分泌嘅組織胺嘅藥物，從而去減輕敏感嘅症狀同埋痕癢。但係呢個藥物咧，只可以喺病發嘅時候先會使用。但係對於長期嘅濕疹控制嚟講咧，就比較弱啲嘅。口服同埋注射嘅類固醇都可以有效咁控制炎症，但係眾所周知佢哋都比較多副作用，所以喺嚴重至到難以控制嘅病情嚟講嘅時候咧，咁我哋都要考慮其他藥物，包括係免疫系統抑制劑，例如好似係啲甲胺蝶靈啊、環孢素咁樣，咁佢哋啲藥物咧都可以有效咁控制炎症同埋病徵，但係佢哋相較嘅副作用又會偏多，同埋要經常抽血睇翻身體嘅情況先可以使用。而家除咗呢啲藥物之外咧，而家有其他嘅藥物，包括 JAK 抑制劑。JAK 抑制劑可以有效咁控制炎症嘅病徵，包括紅腫同埋痕癢。JAK 抑制劑都有佢相對嘅風險嘅，而輕微嘅風險嘅話咧，佢可以導致會有腸胃唔舒服啦、肚屙啦、頭痛咁症狀。而嚴重嘅話，佢會增加呢個感染嘅風險，同埋患癌症嘅風險，特別係淋巴癌，亦會造成心血管嘅問題。所以 JAK 嘅抑制劑咧，只係適用於12歲或以上嘅大人或者兒童適用。對於中度或者嚴重程度同埋或者難以控制嘅濕疹嘅病者嚟講咧，而家都有啲新嘅藥物叫做係生物製劑。咁生物製劑係啲可以控制免疫系統嘅注射藥物，佢可以有效咁控制炎症，從而減輕皮膚發紅、發腫、痕癢等病徵。除此之外咧，佢可以加強皮膚作為屏障功能嘅能力，同埋可以減少皮膚嘅水分流失，從而減低皮膚因為外來嘅刺激物或者致敏原嘅影響。除此之外咧，濕疹嘅病人咧，有時都會有其他嘅合併症，包括有哮喘啦、鼻敏感啦，或者食物敏感。而通過使用生物製劑咧，都可以減少甚至避免呢啲合併症嘅發生。由於對於類固醇嘅依賴減少咗啦，所以可以間接咁改善小朋友骨骼嘅健康。咁如果真係不幸患上咗異位性皮膚炎咧，平時係點樣護理嘅咧？異位性皮膚炎嘅患者咧，通常佢都要有適當嘅保護皮膚嘅措施啦，佢哋要有適當使用嘅護膚膏嚟，從而保持皮膚嘅濕潤啦。特別喺乾燥嘅天氣，特別係秋天、冬天咁，佢都要增加使用潤膚膏嘅次數。同埋，就算喺天氣寒冷嘅冬天嚟講咧，避免使用過熱嘅熱水洗澡，因為用咗過熱嘅熱水嘅話咧，佢會洗走咗皮膚上面嘅油脂，令到皮膚更加乾燥同埋痕癢。喺炎熱同埋潮濕嘅天氣咧，咁我哋都盡量應該減少劇烈嘅運動啦，去減少汗液嘅分泌，因為過多嘅汗液分泌咧，都會令到皮膚有過度嘅刺激。可以用蚊怕水或者蚊貼啦，減少蚊叮蟲咬，從而減少對皮膚嘅刺激。喺家居護理方面咧，特別係潮濕嘅天氣咧，都要令到室內嘅濕度同埋溫度咧保持平衡，因為咧呢啲都會令到塵蟎同埋呢個毛菌更加容易滋生，從而令到呢個濕疹嘅病人嘅病徵更加惡化。如果發覺病徵更加嚴重或者有其他嘅問題，咁就應該要早啲去睇醫生，作出適當嘅治療啦。哦，唔該晒Dr. Siu。原來異位性皮膚炎咧係唔會傳染㗎。咁你呢啲咩嚟嘅咧？其實下一位，我擺明就係出外景拍嘢，俾蚊咬咗好多笪啦。咁你早講啊嘛！你都冇俾機會我講，你一嚟就話要。得啦，係啦，呼籲啊！大家咧記得有任何疑惑或者問題就揾你嘅家庭醫生啦。記住啦。